新加坡是亞洲重要的食品貿易的所在，更加是台南農產品外銷東南亞的一個核心平台。今年台南隊佇個東京甲英國的食品展，小連續創下真好的成績，成功打響國際的名聲。刷落來的新加坡食品展，市府嘛將透過直接甲通路商、大眾的買主來對接。希望大幅提升台南農特產的知名度，甲採購的頻率。黃偉哲市長對於我們整個優質的農特產品的國際市場的開拓，真的是不遺餘力哦。除了帶着大家一起參加這些國際的展覽之外，我想我們透過不同的行銷通路，那也多管道的去行銷我們台南市諸多的這些優質的農特產品。那去年我們在新加坡的國際食品展，其實就創下很好的一個成績，超過3億元的一個訂單。而且誠如剛剛所提到的，新加坡的人口雖然不多，但是它是一個高端市場，它是前進東南亞非常重要的一個門戶，它是一個世界的一個所謂的經濟貿易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樞紐。所以我想，前進新加坡，它的市場不只是新加坡，其實放眼整個東南亞，甚至全球，都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市場。市府農業局表示，這屆參展的陣容總共有9間的優質業者，有先轉國際、冠南生物科技、黃金蕎麥、綠源牧場、甲呱呱園企業等。市府希望透過參與全球性的大型展覽，強化品牌行銷的包裝，並且多元化的外銷通路，提升整體產業的附加價值。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。